后来这届花莲霜冻严重，各县市的特殊队拢前往救援。讲屏东特殊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花莲县政府，问讲是不是需要帮忙，想袂到对方回讲拢会使。民进党的议员批评花莲县政府根本都摸袂清楚状况。县政府是来回应讲，县长市政为有利的首长的群组请求协助，后续都有12个县市的特殊队到花莲来支援。特殊队员规身躯拢是落光霾，坐伫咧车顶，准备要入去救灾。屏东特殊队伫咧灾情发生迄暗，9月23要暗暝就赶到花莲救灾。不过即马有立营议员亚康，第一时间花莲县政府代志完全无了解。花莲市政府在23号，也就是溃堤下午的时候，就已经询问了花莲县府是否需要支援。那得到的说法跟消息是这样，就是没关系，看你们要不要来都可以。我们也令人觉得无言以对。不过花莲县政府嘛讲，迄当阵确实有袂少县市长关心。我们花莲县长徐正伟，他在第一时间就在首长平台，他收到了各县市首长的关心，而且请求协助。那马上得到了包括我们中央消防署的特搜，还有包括台北、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嘉义、屏东、宜兰、台东，总共12个县市前来花莲支援。不过，就有网友抛文，民间的神圣人士要入去救灾车辆，互人阻挡。我是灾民，你们这种车子已经造成我们的困扰。对你们，我们乡公所有跟你们的各个救灾单位已经讲了，说你们人员接送，请由我们在地的人接送。接送？对。哦，那你接啊？自称灾民的查甫人，无要互救灾车入去，佮讲这是公所的规定。真侪网友批评讲，这互人做失望，嘛足火大的。花莲县府嘛讲，目前以清刷、救灾加职工送餐为主，其他会以状况来评估是毋是爱办通行证。不过嘛有网友认为现场是有够乱的，爱赶紧做出规划，互灾区得到实际协助，嘛互灾民赶紧恢复生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